大家好啊！今日就嚟到6月26號，就係星期四嚟嘅。今日恒生指數呢就係跌嘅，就係低開24,345點，全日呢就係上落徘徊嘅，最後收市就係報24,325點，跌149點，總成交就係報2,617億嘅。就見到今日指數方面嘅話呢，就開始係回翻落嚟啦。而短期方面嘅話呢，就見到24,500點嗰個位置呢開始有阻力啊。所以就係咯，嚟緊就要繼續留意住呢個位置咧，係可唔可以突破到啦？其實去到呢個位置嘅話，我個人覺得其實恒生指數嘅話，嚟緊呢幾日回落去機會咧係比較大嘅。始終咧，其實去到呢啲位置嘅話，如果真係冇乜大利好嘅消息嘅話咧，其實好難呢個指數咧係即係幾百點樣突破上去嘅。特別你見到呢個位置咧，都係一個比較大嘅阻力位啊，所以就係咯，我個人覺得嚟緊呢，其實跌落去機會咧都係比較大嘅。所以就大家如果係想揾啲嘢做淡倉嘅話咧，就可以繼續做淡隻981啦。始終咧，我之前都講過咧，隻981方面嘅話咧，每逢夾幾棍之後咧，佢一定係回落嚟嘅。而我琴日就講咗啦，其實如果你話想做淡倉嘅話咧，就係可以放嘅淡倉個位置咧，就係45蚊嚟。而今日就去到嗰個位置啦。所以如果大家琴日有聽我講嘅話咧，今日45蚊有做淡倉嘅話咧，係咯，就應該暫時都係應該都有賺錢嘅。不過咧，我個人覺得如果大家係今日有做淡倉嘅話咧，其實咧係可以叫 keep 住嘅。而我個人覺得嚟緊呢，其實佢回落去36蚊機會咧都係比較大嘅，所以就係咯。琴日如果有聽我講嘅話咧，下一個目標位咧就係可以睇住第36蚊嗰個低位啦。而我個人覺得，如果嚟緊指數真係回調，即係甚至橫行嘅話咧，其實呢隻咧應該都會陰下跌落嚟嘅。或者如果大家唔中意做900嘅淡倉嘅話咧，都係可以做即係 ATM 嗰啲淡倉啦。你估今日阿里都係比較弱勢啦，我之前都講過咧，其實阿里方面嘅話咧，短期咧一定係會繼續回落去嘅。而我個人覺得咧，其實呢隻咧，如果你話資金面上嘅話咧，真係超級弱啊！或者如果大家唔中意中意隻9988嘅話咧，亦都可以睇下呢隻918嘅淡倉啦。918之前我都講過咧，其實呢隻咧你講呢排啊，其實我呢隻咧基本面嘅話咧，我係唔睇得差嘅。如果你睇翻嘅話咧，其實佢業績方面嘅話咧，每一季比每一季係好好多嘅。不過你講市場方面短線啦，係啲資金咧都係繼續走啲電商股嘅。你好明顯啲電商股咧係跑輸晒大市嘅，所以咧我個人覺得呢隻短期咧有機會係會腳回落去啦。所以咧就係咯，如果大家唔中意做隻918淡倉，驚俾人夾嘅話咧，就可以睇下呢兩隻電商嘅淡倉嘅。或者如果大家係即係的確係對後市係睇得比較樂觀嘅話咧，就可以留意住啦，就係嗰啲強勢嘅板塊啦，例如隻981唔係隻110啦。你如果短期咧隻110咧係叫強勢啦，或者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住啦，就係除咗即係110之外咧，係可以留意住隻388啦，或者咧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住啦，就係隻泡泡瑪特嘅短期呢幾隻股份咧都係叫強勢咧。你好隻泡泡瑪特咧係回到去230蚊嗰個位置咧，係即刻係反彈翻出去嘅，所以就係咯。短期方面嘅話咧，你嗰啲明顯咧嘅指數方面嘅話咧，都係比較分化嘅。而我個人就主要咧都係做個股嘅部署嘅啫，短線。不過咧就我個人咧呢排咧做好倉方面嘅話咧，都係咁講咧，主要咧都係做美股嘅。點解講隻美股咧？就係咧，始終你見到美股方面嘅話咧，每次回落嚟咧係都有支持，即係有啲資金係撈貨嘅。你好，琴晚咧其實咧係即係高開完之後回落嚟嗰下咧，即刻咧係橫行嘅，證明有啲買盤咧係支持翻咗嘅。而明顯咧見到指數方面，即係納指啊係跌唔落嘅，你都係即係落到去咧，明顯真係有資金係撈貨嘅，所以就係咯，短期方面嘅話咧，納指咧我都係繼續睇好咧。而我個人首選咧都係隻 Meta 嘅，我都講咗兩個星期啦。其實 Meta 方面基本面或者如果你話所有方面嘅話咧，都係比較強嘅。而我短期方面嘅話咧，覺得咧呢隻咧有機會咧係會上試歷史新高嘅。不過咧就呢啲都係短炒啦，而我呢排咧，都係做比較多嘅中長線部署嘅。而中長線部署咧，我都係咁講咧。其實我講咗好耐，其實隻麥當勞咧，我都係睇得超級樂觀嘅。始終咧，其實隻麥當勞我都講咗好多次啊。其實佢基本面上嘅話真係冇問題嘅。而呢隻咧係我覺得係真係一間好優質嘅公司。而其實雖然佢唔係特別平啦，不過咧其實佢已經咧去到呢啲位置咧，已經係標準差以外嘅位置啊。而我個人做咧，其實去到呢啲位置嘅話咧，只要你係肯買肯坐落
去嘅話咧，其實包保你即係1年之後咧一定係賺到錢嘅，所以咧就係咯，保證到你1年之後一定係賺到錢啦，所以就係咯，就麥當勞我重複過多次，我係睇得好樂觀嘅。而我個人就咧就麥當勞方面嘅話咧，現價啲水平你唔買嘅話咧，你唔好嚟到即係300蚊先嚟買嘅。另外一隻除咗隻麥當勞咧，亦都係美債咧。其實美債我真係好簡單，其實你只要你肯即係4.8厘啊、4.9厘呢啲位置嘅話咧，即係講緊20-30年嗰啲債啊，其實呢位置嘅話咧，我覺得真係好平嘅。而我個人覺得只要你肯坐啊，都係美債你肯坐嘅話咧，其實咧現價呢水平位嘅話咧，真係好吸引啊！因為咧，如果你比較翻嘅話咧，其實而家港股啊真係冇乜選擇。攞隻內人嚟做例子咧，其實1398，而家咧派息得個5厘，你減完股息稅得個4.4厘嘅啫。所以如果你話4厘，跟住加上亦都有下跌風險嘅話咧，其實咧我覺得美債真係好吸引好多。我見呢排咧就好多人就話應唔應該攞啲內人嚟做，即係攞嚟做收息股啊。其實你呢啲位置你真係收唔到息，得個4厘收息，你點收息啫？加上咧其實咧仍然都有下跌風險嘅。始終咧其實嗰啲內人咧你真係好難 EPS 有增長嘅。加上咧如果你 EPS 係冇增長，而家咁貴啲估值買落去嘅話咧，其實你嚟緊呢3-4年蝕嘅機會咧真係好大嘅。所以就係咯，我個人就咧呢啲內人咧，我覺得真係唔值得買啊。而我個人就咧，你得個4厘你真係收唔到息啊。而我個人就咧，如果你真係要收息嘅話咧，真係美債係吸引好多嘅，有成4.8厘，加上咧仲要係無風險利率咧，加上亦都有上升空間咧，所以就係咯，我個人就咧嚟緊美債咧真係好吸引啊。同埋咧，其實大家要記住啊，呢排咧其實美國嘅通脹咧都開始係跌落嚟嘅，而大家嚟緊咧，如果美國係減息，加上有機會係 QE 啊，即係咧係開始。聯儲局係買翻美國政府嘅債嘅話咧，即係 asset purchasing scheme 嘅話咧，其實嚟緊咧美債方面嘅話咧，亦都會有上升空間啊。當時2020年亦都做過呢樣嘢咧，佢係不斷咧係印錢啦，不斷係買翻自己政府嘅債券嘅意義。係咯，當時咧你見到咧係嘅債息咧係一個比較高低嘅環境啦，你見到當時嘅你睇下 TLT 咧係去到175蚊嘅，所以如果嚟緊咧係真係有機會係做呢樣嘢，即係咧係繼續買債券嘅話咧，你唔單止係賺到雙倍咧，加上你亦都賺到幾年嘅息率啊，所以就係咯，我都重複過多次啦。而家美元資產咧有比較多嘅吸引嘅地方嘅，一隻咧就係麥當勞啦，第二隻咧就係隻 TLT 啊。而我個人覺得，如果你呢兩隻肯坐嘅話咧，其實咧你真係賺嘅機會咧真係好大嘅。而我個人覺得其實去到呢價位嘅話咧，等同咧當時15,000點嘅恆指嘅意義，其實你投資價值咧真係好高嘅呢啲位置。好啦，就講翻指數方面嘅話啦。咧恆指咧短期咧都係呢啲區間位上落咧，而我個人覺得嚟緊恆指方面嘅話咧，都係行緊啲上落 range 咧，而短期方面嘅話咧都係冇乜特別嘅。就個股方面嘅話咧，都係啱啱就講咗啦，就唔再講啦。好啦，就下一隻就可以睇住就係3690啦。3690我之前都講過咧，短期方面嘅話咧，呢隻咧回落去機會咧都係比較大嘅。你個資金面上嘅話都係比較弱啦。不過咧就其實你話短線同中長線咧係。我睇法咧唔同嘅，始終咧短線你要睇嘅嘢咧就係資金面啊，而資金面上嘅話咧，的確呢隻咧係仍然都係比較弱嘅。不過我中長線點解睇好呢隻咧？就係因為中長線咧，你睇同短線咧睇嘅嘢係唔同嘅。你中長線係睇基本面啦，加上要睇個估值嘅，而中長線嘅估值現價咧係去到一個比較平嘅環境啊。加上咧其實中長線方面嘅話咧，其實佢基本面咧係每一季比每一季係好好多嘅，所以就我個人覺得，如果嚟緊有機會係真係回落120蚊嘅話咧，即係如果啲資金係繼續走貨嘅話咧，其實到時咧你買入去呢隻咧，我覺得真係幾唔錯嘅。加上如果你比較翻而家130蚊，比較翻當時嘅210蚊嘅話咧，其實你諗翻啦，當時基本面有咩改變咧？就係根本上係你話大嘅改變咧，我覺得真係冇嘅。而我個人就咧去到呢130蚊啊、120蚊呢啲位置嘅話咧，如果你肯錯嘅話咧，亦都係賺嘅機會咧都係比較大嘅。所以就係咯，我個人呢排咧港股方面嘅話咧，主要都係睇住呢隻嘅。而呢隻如果有機會再回多一棍嘅話咧，其實咧我覺得中長線部署咧，我覺得係幾唔錯嘅。好啦，就最後就可以睇住咧，就700啦，700亦都冇乜特別啦。呢排就同個大市係同步啦。你好520蚊上面阻力啦，下邊咧就可以睇住就係480蚊啦。其實下邊嗰個阻力咧都係上面嗰個阻力咧都係偏大嘅，所以就係咯。我個人覺得其實突破呢個位置機會咧真係比較細嘅。好啦，就都冇乜特別啦，就我自己咧就冇部署就700嘅。就講到3日嘅，我以上嗰都唔係投資建議啊，就意見只供參考。記得大家睇完消化後先去做任何操作。好啦，就講到3日，拜拜。